再来看一个对华人自强国中转学来台北的6岁学生哦，伊嘛是篮球的队员哦。因为转学就爱互禁赛一档，伊无法度参加今年的国中篮球联赛。这个规定，这几天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。有人是批评讲，这是阻挡囡仔的发展。高中的体总是表示讲，因会赶紧来讨论，看安怎来修正这个制度。 一条高中体育总会的公文，就互一个国中囡仔无法度比赛。这个囡仔过去读花莲的自强国中，教练烦恼囡仔行歹路，带囡仔转学到台北。现总是参加1级篮球联赛，不过这个学生顶赛季有加级比赛记录，还有转学记录，按照规定互禁赛1年。转学禁赛规定引起台大教授叶炳成不满，批评是阻挡囡仔的发展。高中体总回应会讨论改善。为了避免有钱有势力的学校可以去挖更多的学生到他学校，我们可能会先拟一个方案嘛，然后先用问卷的方式发到今年这个学年度有报名的学校，然后先收集大家的意见之后，我们统整出来，可能会再找有关委员也好，或是找学校代表也好，再来做一个会议上的讨论啦。叶炳成讲，教练烦恼这个有篮球天分的囡仔会互帮派吸收，所以带伊到台北读册拍球。却因为转学禁赛规定，互囡仔失去比赛的机会。顶学年度国中篮球联赛加级男子组冠军，金华国中教练吴建杰认为，这个规定有需要做调整。他们担心的是恶性挖角这个问题嘛？那如果这个学生他不是因为恶性挖角呢，他是因为家里搬家呢，还是说他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适应不良呢？那如果是像这样的状况，他转学，他必须就是要受到这个1年的求检，对吧？这个学生他是为什么原因转学，什么要有一个审查的机制。吴建杰讲，囡仔转学的原因有800款，现主是无论原因就拢禁赛1年，并无合理。认为要有一套制度，按照囡仔的状况判断，敢有需要禁赛，也有禁赛时间长短，安尼较合理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